偌正经理。你个想就知影，迄免大家免小笑。无真理的管制，无真理甲咱解决，无真理甲咱解决。你甲我讲，伊今日唔可能，你就带我去哪？一个做某伊就带我去食赌，一个做某伊就带伊大叫，一个做某伊就带伊食饭，啊无你看影无影。咱禁止食青，禁止食黑，啊，警官面顶个拍片，这句安怎办？这叫做染，是毋是叫做染？这叫做染嘛？啊，恁今日好个仔，咱今日下当到道中，这叫做哪？这叫做禁忌啊，禁忌啊，对不对？啊，这禁忌叫做哪？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恁老爸互你，叫做祖德，禁忌祖德；第二个原因就是你过去修来。那恁老爸过去无修，你即世有修，是你过去修来。你即世无修，哦，你过去无修，恁老爸有修，你有哪会？你有哪在道中有哪会行得有哪一顺？而恁老爸过去无修，你前世人有修，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行会顺。但是你这两人拢无，啊，你麻烦，你麻烦，因为只是你行到道中，你有哪袂来？有哪袂安尼用？因为你看到无兴趣啊，你才安尼用。因为迄款物件你着会讨厌，你才安尼用。比如讲，今日你去教堂，你会讨厌袂？你会讨厌，你才去跋筊。啊，袂看到足爱的，是物件，它的习性，这种人性，家己迄个尽量是明了的。啊，你愈念愈严重，啊，论着就愈严重，啊是必然。啊，虽然今日来到这个道中，咱今日结婚的结束，咱通做遮修，所以咱来感谢两种人，一种就是你的祖先，一种就是家己。啊，讲啥意思？一种就是你的祖先，啊，一种就是你家己。有这两种原因啦。你祖先无修，你过去无修；你过去无修，你的祖先，你互这个家庭生着你有修，这种原因。所以今日，咱迄个讲个讲，迄个啦，迄什么讲什么啊？什么较早，咱即摆后壁的这太乙数的，这讲什么？迄个郭明义啊。讲什么讲那个讲咱的是啊，即马讲迄个提点的过去的哦，天星星宝来转世的吼。啊，这太历史的这啊，你莫看这人来生入恁迄个老母，有清口的巴肚来太历史的，迄个世界有几个会当你生迄个巴肚，我问你，有几个当你生迄个巴肚？有几个人？真正无几个人。啊，迄人是真正特殊因缘，真正你会晓。哦，因为安怎讲？你过去拢食菜，过去无修行，你咧买一个食素食的巴肚，食素食巴肚，伊惊迄个环境就是习惯人，你听无？伊就报来了。哦，啊，你讲今日去一个有修的来困去一个食草的巴肚，伊嘛困袂了。伊今嘛连有出问题，连撞弄出来。2、3个月、3、4个月就要撞弄出来啊，对毋对？伊就咧讲，伊讲困这个巴肚困袂了嘛。啊，你有修的来困去一个无修的巴肚困袂了，你无修的来困去一个无修的来困去一个有修的清口的巴肚嘛困袂了，啥困袂了？伊就，你甲看，迄个食草，你甲叫人食素食，惊我掠啊！拄着一个龙结啊！迄条做迄啥？迄中山迄龙结，较早我熟悉，啊伊咧做包无，啊甲买无啥。我袂记起来，我毋知伊是真遐。啊，伊来买10几个素食的便当，我龙结买怎啊？买便当。我讲，安怎创啊？伊讲我含恁烧声的，但是行无同的路线无烧声。伊连买10几个素食的便当，就是问仔载，今日去啦，今日去问仔载吼，要上经的。讲我即马都安尼，我是素食食袂条啦。但是吼，我即马有咧讲上经啦。我食素食食袂条，但是我讲上经啦。我想要甲讲吼，你若当是食素食念经，讲你更较好。啊，你要食素食念经，就是哪？迄叫做哪？迄叫口头禅尔嘛，迄叫做迄嘴咧念尔嘛，对不对？因为你唔着念经，甲你食素食，迄名叫
语清净吼，语言清净，啊，行实体的经典清净。啊，你喙咧食肉，迄个我当然喙咧食肉，啊，你念经念清净语言，安尼讲你够好。我本来是要我小小安尼甲讲，对不对？甲讲成较好多，吼，没有立场啊，无好吼。啊，所以讲，咱今日一个真正，下尾的修，一贯都达到，咱比较困得了，你甲想看哪？你比较困得了，你一贯都可能过20年、过30年，甚至包括现在上这个60年啊，你看你困得了？这是原因。这但是相当离谱，甲你讲不一分离分35分，因为伊所种来出现因，伊才困得了，无可能困得了。所以咱人轻看看，所以好来讲，而且来讲，咱今日一定要了解，因为咱来到这个世界，一切是用因缘生发的物件，拢总因缘生发的物件。但是因缘生发的物件有来做啥？来做你这做啥？你过去精神，你秉持什么因来？你一定要了解。所以咱今日知影，哦。所以来讲，什么有法法安尼道三不三无的遮，就是要互你了解一切动体是空。迄个空你要注意哦，迄个空毋通空啊，落去一个完全断灭空哦。迄是空是咧来讲，一切法不可以执着，一切法不可以执着，因为因缘生发，因缘生发的物件，缘生即生，缘灭即灭，动体是空。好。这因缘生发了，这灭了，啊，就这物件。这灭了无这个物件，剩这个物件。但是这个当中，因为你业害偌济了后，这个对你如何？对你怎么？我想这是比如，台风啊，是一个因缘所生发，台风或者因缘生发，咁有台风，这个台风是一个天气激起来的一个气候所形成的一个台风呢。咁是安尼，伊本来无嘛，就产生，伊本来是一个，伊本来是属于种，你有脾气，你有脾气，你若无代志，比一个搁较自卑啊，你有脾气，比一个魔鬼较恐怖，你若有代志，比一个魔鬼，因是这个激起来，是对你迄个气激起来，对不对？爱气激起了后，就问题安尼，迄个台风叫气候叫激起来，迄个台风，咱台中，咱台东啊，我都无记个。讲台风对台东有降是煞者吼，讲真多哦，10日3夜70所学校，进雨回当3成，偌久啊？雨回当3成了，啊7成还有雨回哦。这边囡仔咧读册拢离迄个，因为离个小咧读册，外口咧做工无爱去目标，咱会了解。迄个天气激起来，迄个气了后，本来是无激起了后，当中，这个台风要扫去这边过来。气象台来讲，规日规时要到你这个所在，你内底的所有资料，你内底所有水沟啊，你内底所有所有物件要创好势，要顾好势，啊无风台行过了后，你的市场目标，会叫你叫啊节省。感谢呢，你节省，这个台风行过了后，伊会山尾。越上面，延伸嘛，延灭嘛，延伸因缘所生起来的一个台风，甲沿线的一个台风，起来甲线去，变成安对不对？起来甲线去，安尼变成安对不对？无嘛，这个含义当时我就讲相像，也袂激起来，拢相像嘛。但是这个研究做过了后。这段啊，叫走过了后，破坏偌济了噻。你台湾这个土地，你若无防台之前的万全的准备，你给它防台过，老实在，互你哪买哪买，对你有唔变好。但是你若要重视这件代志，防台沿线起了后，行过了后，互你当行过演变了后，万物参与。
起差不多，这个意思你听无？咱今日对咱的自信中是一个灵，伊就是主。但是你自信中内底当中，你面对着因缘所结合这气，你要结合这气，要开始人哦。会放过，会迄个哪，开始人哦。会哪，会毁灭了你整个的家庭哦。一个无小心，你整个家庭都破灭，对不对？会安尼哦。这物件，这种是原生来，生来。本来的灵，伊到尾啊，你毁灭了后，到尾嘛是爱毁灭，它毁灭。但是你今日伫这个过程内底当中，你整个破坏性完全大。你今日有修德，你有在修道的家庭，你遇到缘，你无得缘了，无得因缘生活了，你会当转，你会当转变，你会当改变，你会当降服，对不对？你会当降服，你无拄着这个缘了后当中，你无今日去无修道了后，你拄着这个物件，你要你的破坏性，你一生对。你这念头要好，你一心内底当中做不变。你不要看这个心灵之火，你蛮看这点的力量。所有这拢是因缘所生的这力量，你因迄个气结合了后，破坏你一切物件。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所以看到衍生演变的物件，这一切能计较，一切能够知道。所以咱来讲，一切活动就是讲，靠无出现，延伸到出现。衍生演变，它没有出现嘛？好，所以来个方式，破天法也不可及中，所以实实在在，咱法度啥讲？这个叫做主相，这个叫做法，一切叫做法。按刚听有啦吼，一切叫做法，甲这个无关系，一切叫做法，甲无关系。所以爱了解，你若心就一定问题啊。所以破天法不可求，实实在在。哦，叫你去花阿弥陀什么三菩提心，既然无有菩提法，叫我去，叫我们去花，那我们要花，为什么还要执着度众生呢？所以一切法爱理想，因为今日，唔是叫你，唔是叫你唔去发，叫你唔去执，所以咱这个度众面相，度众生爱理一切对众生的这个执着上，对一切法不能去执着，下去摸执法不执，这样你若上修行是这个当然会当菩萨修行不道，不为证明实无有法法，安尼就三菩提者在下面引用的这段经文，这段叫做哪？叫做得意理想。得意上就是讲，因为当时认定佛这个释迦牟尼佛去得到认定过佛的受记，伊嘛袂使讲去互认定过佛的受记这个相，叫做得意相。所以无定事情爱空，法定事情空，甚至得意嘛来空，嘛袂使执着。得意咱知影啦吼，种受着，咱当时因为伊这个。咱个时阵迄个释迦牟尼佛，迄阵当时伊受到第八个菩萨，迄个时阵当中呢，受到真正嗰个受气，得到的如果是迄阵当中受气了后，实际上咱今日所受经书的迄个，迄个第几点迄个意思，但是你随得到迄个点，咱嘛要去想。所以我一直咧对个句话，有阵时即句话会当对对什么人讲，会当对什么人，袂使对什么人讲，这样来做做。有阵时你讲即句话出来，你讲你即点嘛袂使执着啥，有阵时会讲点嘛是讲嘛袂使对即点，你对即点，即嘛对，无即嘛对。其实这是一个，互咱而且讲，你第一点，你永远正一点，你的生活亲情爱当生活的。我问你，你执伫这点会当生活的，含着到众生的这个点我无基本上来讲是真可怕的。所以今日这点袂使无对，
这点是接近，这点没有看。所以师傅的以上的讲这个，师傅的为由何？如来言言无错，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不了现尊。如果各位说说你不离言言无错，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言如是如是。这段话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师傅的有呢，就是当时佛甲师傅的讲如来有言言无错，伊伫迄个时阵有得到阿弥陀三藐三菩提法律无？伊有得到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法律无？甲安尼讲，伊师傅就讲不了现尊，无啦，因为如果各位所说，以我解佛了解佛的所有这个道理，佛离言言无错，无有法得阿弥陀三藐三菩提，是啥原因？因为伊师傅的已经解放地，伊嘛已经离经过经上过17分去啊，这些物件伊应该足清楚，所以伊甲佛陀回答讲，无有法得阿弥陀三藐三菩提，不言如是如是。这个佛就甲证实，你是我地方如是，这个如是如是就讲，你亦如是，我亦如是。就讲的话就是讲，你讲这话是因为我下流，我系叫做哪？叫做客气啊这个叫做客气。就是讲，不能以甲伊以完全相像，客就是讲完全因为同一个意思，伊的意境同一个意思，是差不多的意思。所以这段当中的这段经文啊，受记这个讲法写出来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这个既然无有这个法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这个菩提法也是空的啊。那世尊你在言言无所啦受佛以这个时阵菩提法这不是一个菩提法吗？你没有得菩提法，那要怎么受成佛机呢？这个物件就是这两个来讲，你既然无有一个菩提法，无一个得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这个法，那安尼你要安怎去受着这个菩提法呢？假使这个菩提法是空的，那不是就是断灭吗？佛就是要来解决这个疑点，也就是讲受这个功啊。所以呢，咱来了解得记这个菩提法是无法可得的物件。这个受记为了这个受记这个为了给你们明白，所以我才问云何问这个问题。所以呢，因为咱拢了解当中，六祖已经有甲讲出来，自古有佛，为常本体，事事妙有本心的物件。迄个本体甲本心的物件，迄种是一种无形，拢是一种无形，迄种是一种无形的物件。本体甲本心，这个本体是甚物人咧修？是甚物人咧修？是甚物人无咧修？如果我讲本体嘛，甲本心嘛，这个体甲心本来拢是讲迄个意思。咁是安尼，所以叫做无形。这无形叫做哪？叫做修，叫做修。这个修要怎修？这修要怎修？这个是个问题。所以今日，因为佛咧传这个法律当中，他不是用一个东西来。要传递这个本体本心的法，伊毋是讲用一个物件互伊，就简单讲起来，当时这个经文经，迄阵佛就讲一无所住，以心以心。当时五祖就用着这句话来甲做甲受记，受记一无所住，以心以心，伊用着经文经的第三个这句话。人做为事，所以咱来讲，一切万有不离所行，对不对？这句话就是，一无所住，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好，一切万法不离诸相。即句是六做讲，即句是无做讲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安怎？因为当时无做当中，伊会去甲受着即句，受着即句，因即个故事是讲即个物件。你今日迄个意境无到迄个所在，你要哪去受你打？所以应无所住，即就是讲叫做空。而生其心就是讲叫做应，这叫做妙用。哦，因为那个有应无所住，无而生其心；有而生其心，无应无所住，这种叫做断灭。讲叫做断灭。你以为即句话断灭，即句话啦，即句话无会，即句话应无所住，无所住，无所住嘛，无所住嘛。你无生这个心，这个妙用这个心，你空无嘛？啊，你今日有心，无所住，你今日即变嘛，即灭掉嘛，即灭掉嘛。所以今日以这两句就是讲，咱伫经典所看到空有，空袂使入去有，有袂使入去空，这个空叫做空性。空性内底当中袂使入去这个有这个妙用，所以一切万法，这叫做有，不离诸相叫做空。那伊对了就是对这个物件，即句和即句的相相同意思。即句的意思同意思，但是伊换个描述无相像，人伊意境就我同看啊，一切万法对我拄则讲的，下底写叫一切万法，不离诸相的顶换这个物件。所以要表达讲，何其诸相本自清净，本无生灭，本不动摇，本自具足，人生万法，头前迄四叫做本法类，叫做灵，这就是无相。所以因咧传法，是咧传啊。传本心，要传本性。你今日去受着的，咱当时什么人？主公，伊受着的，咱到尾受互迄个什么人？主公安尼感叹，不是文章可能不是原型一天天不可能，因为伊无法度受嘛。哦，所以伊感是对嘛？所以咧，伫遮当中，理这当中就咧讲，不由得。这个就是传法，哦，恁有这个观念。如果你不说，因为我哋安尼就三无地不了，时阵，所以我哋讲，因为哦，深解意趣啊，哦，以懂得理想道，因为师傅哋已经了解理想道，所以咱人回答讲，不了时阵，因为如来有伫安尼就三菩提。不了事情。啊，若安尼当中，如来伊无一个菩提法好得，啊，若安尼如来伊是，你了解如来是得言因得的什么物件？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伊既然如来甲言因分，因两个意境都相像，拗什么物件好得？咱讲听有意思。因两个意境拢相像，到底哪有关系？就刚才讲迄六组，对一个我对一个讲起在，讲起迄个讲去对一个所在，啊，倒来讲伊直直来讲我袂听讲啊，学姐，毋知什么人我袂个见觉了。伊讲爱去直直啊，伊讲我若无去，我若知我心无直直，我若无去，我也想知影什么我无欠来哪个吼。我那60分好像有这句话。意思是讲，今天你本来就是具足那个东西，你们去听到吗？所以呢，伊来讲，因为已经就着这个物件了后，你亦如是，我亦如是。啊，你如是甲有你和我拢相像，我在对着哪？拢总比较啊，都是具足，啊，你要看那个，拢总具足啊，比较啊。你要看他，虽然心里的部分是记不得，那记不得已经领受到了，所以这当中，咱互我接着讲，记不来讲，吼，有着有怀明德，不依，
不生以色，出发生色，是以化明法。就是讲有怀孕，这个明德就是讲啥物件？明德的特色。这个明德就是讲，咱大家知道在明德，在明德有怀，就是这个明德，就是讲你自己的智慧。哦，伊今日毋是用啥色的物件？伊不以声以色，就以色见我。就以音声见我，是人音声的这两点，金刚经26分就有什么？所以声色，我哋金刚经的26分内底所讲出来，所以讲以声色化人法，所以咱来讲，用意识见我，就以音声见我，是人音声的这两点。佛道伫金刚经的26分来表现出来，所以声色化人，你用着这个物件，咱我早就讲。拢总是一个因缘相关的物件，即种的物件是文人在多，迄个毋是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明明这是光明的色，也就是讲，也就是咧佛道咧讲的这个话题个，你无办法通以声色来替代，声色只是文字的传达，实质伊无实质的本性伫内底。声色你发明过来，如果你的声色要互众生能够证悟，不可能。所以声色是一种的言声，是一种的言气的物件，伊无出现。所以声色也是一种开发工具，它是一种工具。但如果我们无去起了这个幻想，只是停在文字的声色，你永远无办法解读到迄个深处了吼。是经一如毛，一如人，上天之在无生物。德就是孔子咧，孔子咧比喻即种真实的问啦吼。即种问用眼睛来、目睭来看，只有看得到吼，是一种真实的物件。如果以佛教来讲，叫做妙语，在佛家来讲属于妙语嘛吼。虽然伊是一种真实，毛有有论，伊也是一种。真有规矩，也是一种，就是一种真自然，也是上真。一样如祖先实也无声无息。虽然讲伊是一种真实的物件，互你无坏的物件，伊嘛是一种照伊的规矩咧。咱今日即个地，咱今日坐啥？咱一直时间一直咧过，是啥物人要甲拍这个地，拍嘛？拍唔转，是啥物人用心发动以后才会唔转？今日就是道，但是道经典来讲，道理不解，修行不大，可以天下无。我不知其名，伊达道了。即句来讲，道理不解，即个地叫独立而不改，做成不大，伊做成一直运转，它不改，伊不大不懈怠，可以天下无。可以天下无情。咱今日有一个独立而不改，做成而不败。独立而不改就是讲你出现，做成而不败，就是伫你生出来了后，伊有甲你害无？伊若招你天分，你念伊上袂鸟，有去啊！这个袂鸟做成，他就懈怠，伊就行，伊就害去。所以今日有一个天下无人来，叫做做成。我不记名中央法道，所以如我各位所说的，人人佛所无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迄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迄种是一个文字的表达。我即摆就是，伊即摆得这个。你得一经独立而不改，做成而不殆，独立而不改，讲做成而不殆。对独立而不改就是如如不动。对做成而不殆就是30秒，你家己所有的活化你的细胞，从你生出到这当中，你的细胞都是一直在运作，一直在运作，一直在运作。我惊半晡我都会去做他们，因为你甲动袂啦，一定半晡会去踢一摆，无一摆就他们就上来。做成而不殆，伊又讲较慢的，伊无可能，照实在来讲。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啦。如我该所说的，佛而言明佛所，无有得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这个
阿弥陀佛三宝三菩提，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物件是这种因素，这个物件是独立而家组成而独特的这种物件，才让我们得到这个物件。哦，所以那个无法可定，没有一个法，你本来就去除这个物件，你去对这个物件，那刚讲为什么？你本来就是去除这个东西，啊，现在决定是安怎爱去这个物件。足奇怪，咱地不认，啊，你找不认。咱过去六行，咱找六行，是毋是安尼？咱有区别着灵明角色，咱才做上仙。咱才找本来，你本来就本来，你咧找本来，什么物件？因为你已经叫别人。咱毋是要出，咱毋是要甲找倒咱是要甲服务倒转来。所以我想讲一句，咱的出世是无歹去的物件。无歹去，然后歹去，可能要重新重来修理，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所以今嘛到这所在吼，时间已经超过5天了吼，所以咱老师感觉，已经无经历，后壁咱如果有着咱台中吼，一个抢当面这个因素吼，来套入来套入了咱本来讲经方面。哦，伊内底相关的问题，通大家做起来，哦，迄个贡献胜举，哇，伊说，如我背后所说的，不留人定，不受习不定法，习不法定，安尼就怎么上法的？吼，较实在吼，伊无有一个关键我所定，但是问题，我家己本来就负责这个物件。我是要安怎去得到这个物件？得到这个物件，就是我无，我去得到这个物件，哪得？啊，你既然具备了正面正觉，你何必要去得到这种物件？啊，你敢听我意思？是因为当时因为人日本，因为为着要互咱释迦佛如来证道了后，伊是甲证道，伊毋是伊物件好，伊毋是伊物件好得。这点咱一定要了解。伊毋是物件好得着，是因为伊已经开悟者。你所以你来做哪去？你看吼，偌济迄个先觉者来教会来做会了，你像迄个怀让禅师来教艺术学，什么叫艺术学？带一个去学着，毋是带一个去学着，伊当下就学着啊。伊毋是带一个去学着，伊的境界咧，靠地当中，含合作为形是理义如是，我理解。对不对？是面然后证道，毋是讲伊今仔日来遐得到什么物件，当然出来是这个意思。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咱今日修道，咱毋是要去外口得到一个什么物件，毋是咧，因为你本来就负责啥物，你何必要去外口摕一个物件来？你若去外口摕一个物件来，你麻烦。就是代表你有欠这个物件，所以咱拢做无欠，咱拢做无欠，咱是欠这物件，咱叫维系迄种的，这点咱一定要了解吼。啊，伫这当中呢，佫有差不多20多分的时间啦吼。但是讲咱大家来分享者吼，你这话什么人有迄个好的一个意见，